准备好了，慢手一下。哦，有练习讲哦。安定常有恋爱呢？有声音读懂。我所以你都偏矮啊，偏移啊。我那啲地陪陪就夠亮啊，又係。有，你譬講咧偏向啊會。注意嗎？冇對要幫落有。有配合嗎？這樣有配合嗎？哦，這很棒。慶兒哥吼，好帥吼。对，演导，演导。很有表演。哇！不要笑得那麼嬌羞啦，姐姐。給自己都編呢。這樣來付出你啊！我要快速切哦。哇！哎，那個裡面，我笑了。猛哥哎，你這樣的。猛哥你啊，皮款。這個是很珍貴的穿搭紅。錢買唔到哦。對，慶和哥一定是想要展現他初戀的樣子，帥漂亮。而且手有個夠子對底下中哎。對。那你講，料理係什麼人嘅事情？客家十零年，跳出來！哇！來，起立！哈！沒有。客家先來提出來係正嘅，根本你來參加哦，正嘅，我保證幫你粉紅泡泡。哎呦，你要去唐講哦，兩歲嘅來賓哦，都係人人稱羨的神仙眷侶。韓國哦，該副卡長出的，哎呦，都係老公誒。全部都當小姑娘。韓國有一種呢，係我老朋友，我細細個我就認識嘅。係呢台機台，也係機群呢台。冇講清晰呢10歲㗎好，走的。好啦，總共呢，今日老正經，誰來同我煮菜？誰每年沒動聽哦？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謝林師傅。大家好，謝謝分享。客家十零年最好代表羅準備盧師傅。大家好，阿邊個好？馬上嚟分享到風吹潛水站係我老朋友咯，來自台中董事嘅兩公婆廖清河、老吳月鳳，開始分享。來分享一下白欠了解何來自推北溫山嘅兩公婆，佢哋係周碩猛、王美玲。歡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都要進先哦。要喎。有要水飽啊。要喎。聽報告哦，當叫冇看到啊，其實啊，有部劇兄弟姊妹全部同佢做菜，全部佢從頭做先生。我啱當你喺度學習啦。佢係師傅咯，佢傳音學嘅先生，點樣要帶好料來啊？這個種誒爽嚟做嚟派。哇！芒果派。就是咁拿咯。芒果係凍烤誒。用芒果嚟做嘛？好啦，咁講笑啦。好好吃哦。芒果咁肥絲誒。係啊，這個種咧就閃色嘅，黐妹20-30條嚟啦。自己做。其他種起來是冇賣吧？冇，這個常常用啦。是講應該選辣嘅。今日特別為了了節目，特別做了向大家知道。真歡喜啊！參加咗而家做嘅節目係咪？你哋嘅來到自家做嘅眼睛係乜嘅麼？唔係來做菜，唔係來拿獎金，係來看民主。嚇！見報告，按叫我看到，睇這本單叫，今日我就上半天呀。你係主持人，你係評審，老朋友嘛。我彼此一下。藍隊來，小黃瓜、鮪魚、涼拌，被你們餵到飽冰冰誒。哦，飽冰冰，我吃到飽冰冰。這個是鮪魚涼拌哦，凍青松哦。呢種嘅調理啊，特別茶飯，特別好食。哦，好什麼？個蔥條係甜嘅。係啊。佢煙天來食好凍好哦，嚇，就揾個無比客玩呢。啊朋友來啊，乜嘅我都做了同佢俾食。凍好食會煮菜哦。是不是人家姑娘讓你點菜？叫我什麼嘅我都做俾佢食。他就最愛吃你啊。他是我的菜啊。對呀，我買菜啊。公然菜人哎，我也是他的菜。你也是他的菜吧？哎呀，當然係。對。好多菜哦，今天。但是美玲老師呢，同埋佢嘅兄弟係老師，
是因为够合boy 哎，哦，是在哪一个学校还是？国语私小，小學、韓國國中、高中，都有搞。哦哟，那假使来这边哦，就拱到摸掌哈，我们旁边有锅铲跟刀子，自己任选。刀子就可以了啦。我说那来煮菜，嘿，终于要把你除掉了。吓死我了。好啦，六族呢，安有一开始就按有见面礼，看一会就会是本位主菜哈。不过呢，上下了，大家呢写了不用强输一下，你写了金行体育馆嘅 PK 赛。向前边看啊！第一关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深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不看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今日 PK 賽呢，佢用搶出嚟嘅百寶箱，到底有人教咧？嘿，就代表講嘅基本功要我來考一下大家啦。好等下負責兩家嘅配合哦，體育配合係技巧到速度的綜合版。想看一下派出馬莎，體育配合就係技巧。好，想看一下。我們要派出寵妻達人，來，碩猛哥完全不是小玉，開始就我們這邊也就是愛啦，懵錯，好來，等一下哈，3、2、1還有胸下打開來笑，我們就來公布題目嘍。好， 3、2、1，搶快笑。好，這打開了，標得好位。吃蛋比賽嗎？咩？好，兩線唔可以聽痛哦。考到安度嘅卵線講，梗係上卵，要考驗大家的技巧跟速度，就是單手打蛋。哦，個單手打蛋其實動難哦，五隻嘅卵總共有10隻嘅卵，所以一隻卵要打2隻卵。做得，假使要打到爛踢，也是你有發現到你有卵殼跌落去。就會加描述，所以看等下兩組馬上用嘅描述最少是做得第2分，反轉圖係最重要嘅，所以亂風啊、亂哭啊，都會講5秒。你計算嘅時間係看你馬上限量。冇問題啦，因為風紀平常時黑梅都你都會做早餐，對嗎？有啊，有，我們還開早餐店呢。有嗎？有嗎？書記的，好啦，唔怕，準備好了，做得，亂手一下。哦，要練氣功哦。3、2、1，比賽開始。哎，可以敲別的地方哦，不一定要敲那裡。有沒有可以丟桌上？可以敲這邊。好，單手打蛋好難哦。其實我不會單手待會把打蛋。拿哪個拿一下，等一下有時間再拿。好，我們到第2碗嘍。小心蛋不要破掉哦。不是寬佩你，哎，我們這邊速度超快的，姐姐，月鳳姐。義工設計了，月鳳姐，你的名字好漂亮哦。是嗎？謝謝也很漂亮。沒有。不是講給而且月他。鳳姐，你那麼高，會不會離桌子太遠？等一下幫我剪一下那一顆。那腦機啊很，棒哦，總沾對了。唔怕。這個剪一下，這個剪一下，這個剪一下，先剪出來，按追上，快追上！好，繼續，唔是廣機。哦，嚴重了哦，因為兩片我都有看到亂哭。我們沒有。倒帶最美，我用架勢咧，來師傅搶球杯，師沒事傅，我們先來看一下風水耶。冇弄好啦。哦，你只爛卵，你只咪爛卵，哦，亂風爛體就加5秒10秒，好，你要全部完整版咧，完整版的，你要講佢係，那個是咩亂那哭？是是那是，跟咩嘅好好，對，它是細帶啦我。們不用管別人的。那攬水咧，一邊嗬，要啲位要輪殼，誒要熱地，要地輪殼啊，輪網難睇，哦，你要動翻轉咧，你要兩翻動翻轉。哦，你兩隻出難睇咧，兩隻哦，佢走出一點咧。兩邊都難睇，啊要輪殼，所以這樣子，我算一下是加了100秒嗎？亂殼嘅部分有1、三隻， 2、3，三隻亂殼，跟藍風咧，輪網未有三隻，哪有3？哦，那要加30秒咯。轉接就見出來咧，風吹用嘅時間係59秒，攬水係1分24秒，恭喜風吹得到1分。耶！唔怕，因為要兩隻配合，沙地下咧，繼續看。3
好那一管用到嘞。哎呀，他刚刚进行起来莫打松雪佛啦，所以该下哈，我们有打卵嘛，撒在看来就见卵了。好，我问你，哦，见卵的部分哦，马沙县见红散扎卵皮。那完整的完全的卵皮哦，是所在得到热粉，而就呢，该冻瓮总得冷控，韩国可是用非常严重该种球佛拉的，是莫计算，就我们要另外再加5秒钟，最先完全概念哦，只做点量一下，好我们就结算时间。我问题，我好紧张哦。好，3、2、1，比手开始。来大乱，有哎，有可以。可以了。好，打乱忙破。没打老公哦。先给他热。要先给他热，你继续，你不有啦，有哦。这样大火先给它热锅，走对了。对啊，热锅。好，走对。薄薄的。哎，好紧张哦。转，再来转，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了，就这样。体积片可能还少掉，等下第2片、第3片就温度就会降下来了。哎呦，冻翻！但是你这个要赖皮了，会翻紧哦。看这样这没有问题，一定不会破洞，气泡没事吧？气泡没有问题。你要不要先？再给热一下。对，热一下。对，你可以自己离锅决定那个温度，这里的空。旁边给没有，补一下，加油哦。补一点嘛。那边。这边有熟就好了，我们这边已经可以了。好啊。对，用快热拉皮。方面。可以，那边没问题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放了。我觉得可以哦。听呢，小心不要破哦。好，先这样。哦。没关系，好，你先弄那，你先用下一块，这个没关系，等下最后再来。因为这样可以嘛？因为你可以弄平嘛，对不对？到，一边要转。小心你筷子不要戳到破掉。够改一些嘞。唔拿，够改一些嘞。 2只筷子嘞，2只筷子会不会比较好？可以。对，小心哦，慢慢的。这个不用摆平，这个摆平不用。可以，完整完美，你好漂亮，跟你一样漂亮。好，我们平平的来，等一下手要很轻巧哦，手很轻巧哦哈。好。对，我们刚刚有经验了，所以这次一次多一点，因为你看这个暖风，它好容易会熟。好，可以翻了。对，帅起来。 加油哦！要跟我们猛哥一样猛不要弄到，不要让它破哦，不能破哦，一定不能破。还有你们铁砂掌这，好，等下平平的放下来，平这一关这个我们不要再摆在最后了哈。这边给它再多一点点，放下来就好，这样没破就没问题了。快一点。好，可以，加油！完美。倒油，倒一点点油，倒一点点油，加油！我们要赢哦，哈，要养哦。好，要转。我觉得这个可以。 你只要看它拿得起来就好了，不用两面煎到很熟。我们简直可以煎5片，平均就好了。平均就好了。我们不要太骄傲，避免破掉。对啊，学习啦。对。學習啦。不要破，你的筷子要稳稳的拿。因为阴阳皮了嘞。13年没见面，我们不要管它，我们就这样子。好，可以。这一点我们直接滑下来。哦，很怕。等一下我们再来整理。还没有。还没吗？ 好，最后一片，最后一里路呀，最后一里路 ，OK 的，不 OK 吗？完美，你好棒哦！可以翻了，你驾轻就熟呢。啊，你看它破掉了。我们没有破，那个不是破，我们破，这个很漂亮。我们这个等下就可以滑下来，了，还没有。对，它可以动了，我们就给它。手让它下来也是熟的。给你让它滑好不好？滑下来，手不要弄到它，不能让它滑下来就好，滑下来就好，不要碰到，筷子轻放，按门铃。门铃呢？你要去谁家？来，跑，我们可以，我们赢在最后，我们龟兔赛跑，哎，你很故意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只有小的一点。小心哦。我们至少要赢它10秒，我就没有问题了。你刚刚怎么会有谁来你来上？安定3年的恋爱呢？我生一独懂，天哪样啊，天意啊，手马牛，我大胆假设，硕猛哥做的，这个什么意思？嘿，硕猛哥做嘅菜就挺很猛，对不对？他打3馬嘅生意的猛熬到。我们
们至少要赢他10秒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啦。你刚刚怎么会有谁来捏来上你？有在就没问题啊。不是，我从来不参加趣味竞赛的节目。慢，甜甜的嘛，甜甜的。打开来，对，打开了走的。我闪到腰都好了。姐姐你可以的，姐姐你可以的。还是做那 scramble egg。特别是刚才，好，哎呦，很漂亮了。好，我先帮你关火，关掉了。然后你来挑紧几下，吗？要吗？我们就这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亮，限量，叮咚，又年菜吗？来，微笑吗？哎，哦，两条烤一下，每一面都看一下。 OK，不要再转了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继续动火哎，真的很完整，这有一个完整的，完整的。好，烤一下最每一地，完整的。哇，哦，了解啦，了解。哦，小家口啊，去快港多的。不然我们就加5秒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上弦月了。欢迎。好，黏度没就发图到几来块来。不行，它这一定会破。要是没有熟都对，粘没有在一起熟透，对，没有熟就应该。这不行的，这一块不行。破掉。哎，那个是刚好眼睛跟鼻孔的地方。面膜。哎，继续聊走呆的哦。便宜的动价。面膜有时候会有良率嘛。Yeah， 破。有了，下面懒胎。有破。总要呼吸的地方。这个有斑菌呐。哎，了得有完整的。啊，了得有。有啦，你咪害没办法。俺两公婆这样搞哦。哎，有破，这下面有破哎。这个原罪很深哦。可能都係煎的時間嘅時間係大概久一點點了嘅。好，好，風吹係4分46秒，南吹係5分47秒。恭喜風吹又得到一分。哎，真的厲害了。因為小試身手而已哦，睇下大家休息下，可以喺這邊雪玲姐帶來乜嘅好料嘅，我嚟留睇自家分享咯。主廚素路菜，你們呢又係雪玲姐帶來好料嘅，不過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哦，那有隨堂測驗，有機會就會得到分數哦。今日帶來嘅菜名係乜嘅咧？百味二蔬。哦，哎，你要隨咩動貼片咧？唔係充電去娘娘，嗯。佢當時有做仔菜。哦，但是我充電配你說嘅咧。二蔬的意思係講，我用過貓，過用頭鴨，3種頭鴨，過用百香果汁、南瓜，啊，你係紅龍果。哦。我係用的係有機，你係花生芽，蘿蔔凍小款多，凍好食，我到你頭熱睇，等下標到上面下好看。哦，要做在上學咯。盡量買啦，糖果色下好啦，你係黑豆，你係有機的去為下倉，佢見未買。係見唔買，等佢擺起來冇按謝啦，哦，冇頭的。你都係自家種哦。我係我扣這個啲個開農場水滾的，我做現桶，呀，過貓。係過貓。過貓一般來講用炒嘅較多。其實用炒的機會，伊夾夾，係我唔好用炒。做沙拉下冇按夾。一燙一下就好。係，你一燙一下做好嘅。你看人家酸黃和準皮咋變。變水，叫佢夾夾皮冷，叫做唔會黃鐵。啊，燙嘅時之後加鹽嗎？唔是，有味唔是？係有味唔是。我大一點咯。係。不要再打岔了。唔是。你邊？見人皮。見人皮，你邊煮會滾。我哋下面咧，我哋切火龍果。所以百味二蔬，那個二蔬就係蔬菜有2種。嘿。那大家知道百蜜什麼嗎？不知道。百蜜是一蔬。哎，切安泡哦。安泡啊，切一張，小朋友最愛的。小朋友最愛，最簡單啊。睇個阿福卡的小朋友幾台嘞？那一講咯，是細風色的。你娘不會聽懂講，因為娘不愛講。沒有啦。對，講到月鳳姐，我剛剛這樣靜靜看你，應該去到工業模特兒哎，還有肥肥渣，然後脖子長長，手長長。還有我講的時候，其實信和哥也我選的。你要滾咧，因為你種亞視粉末好燙。
所以讲，我实实木桶讲究。硕猛哥，你们家会吃这种蕨类吗？这很少，很少。很少，很少，用的呢？因为我都花莲种菜啊，花莲我都花莲啊，原住民种多咩？佢哋特別會種啊。咁你本身咧專業係做哪方面啊？我係喺日本公司退休啊。所以你下退休的日後，就專心來照顧阿姐。因為阿姐，佢剛好吼，時代下就講啊，咩講我健卵嗎？然後美玲姐我就說那個，我們剛才健的還不會走的哦，緊健緊好。然後碩猛哥就偷爆料，他在家裡都是我在幫忙。因為他教課挺摸汗的，挺摸汗呐，我係都會做較多。哎呦，哎，課程真的走的，哎呦，現在客家的課程走的拍到 name 來哈，做得啊，做得啦。佢都不卡，還有搞網絡教學。哇，苗路係苗路搞嘅客家班。你係苗栗人嗎？我桃園平鎮咧。桃園平鎮咧。我苗栗啦。哎呦，你苗栗，按用啥用的戀愛呢？我生意讀懂。我生意都讀懂。你哪裡那麼好可以讀懂？啊，有一些詐，你騙哪樣啊？騙你啊？有啥不想詐騙啊？兩個都是詐騙集團。我過貓炸好誒，我愛來同條鴨。雪玲姐唔想我看見到曬恩愛哦。係我唔想了，唔好講甲兩句話，我冇機會嘅。哦，哎，不過同過很下嗆呢。嘿，同過去唱唱，你就冇嗰種誒，喺度，你係豆芽啦，哦，豆芽，一食起來嘅口感，烏頭嘅嗰個風頭未有正差嘛。冇正差，佢兩種調嘅冇正差。這個過貓啊，叫嗆灰下豆啊，佢去對窗灰咪凍。嘿。佢纖維自動過，哎，還要壓一壓，讓水分浸開。哦，用那個餐巾紙咪做的，嘿，做得。愛嗎？我會用俩來揀。好，今天有隨堂考嗎？有。哦，考睇只街咧，然後客家嘅啊，芒種掛頭勝達芳，芒種來而勝二命嘅意思，按怎麼解咧 ？A 有備無患 ，B 操之過急 ，C 自作聰明。台弟，莫告。老師，我們唯一有勝算的機會就可以鬥臉。要猜拳哈。OK。好，六組我就懂哦，兩位男生代表。直接劃拳啦。猜拳。啊，剪刀布。哦，咪贏啦。拍身。要自作聰明啊。確定嗎？對啊，看見冇意了解啊，就講你個。因為看上操之過急用的。我先問啦，你們用來的時間係先按名還是？那你覺得是操之過急還是有備無患？先嘛解咧。有備無患，有備無患。哎，你們三次講答案都不一樣。聽老婆的啊。好，確定哈？鳳姐，你是知道的嗎？還是你不知道？好，那就你確定哈。好，風水咧就先 A 啦。好，咱吹個想法 B 到 C。B 到 C 哦。A 不用選這位啊 ，B 到 C 用蠻選啦。操之過急。好，操之過急 B。好，分選好咧吼，去公布答案係 B。因為弄起這些往未個吼種子的時節啦，實際後來大家芳啊，還蠻成癮的時節啦，所以先來按名啊，比喻味道是啊，就急着先去做，操之過急的意思啦。哦，咪建議大家強體以後長得按名啦，莫那心機啦。你們都有符合這個順序嗎？冇捉到咧。但是我覺得我們藍隊有點喜出望外的感覺。阿猛哥，都唔掉啊，太開心了。不過美玲老師每句好多啦。來，雪玲姐做海雕。這個是什麼？哦，大概唱出來個水本演出來，當切一片，你喺翕相嘅，我做半支合手對會每樣多。好，粘膠落它就會定型嗎？不用加其他東西。哦，我等下會加百香果汁啊。咁哦，係啊，粘到紮實對位啊。哦。其實不用嘛，個柳葉菇沒做對咯。柳松菇。我剛講什麼？柳松菇。柳葉魚。有蛋嗎？柳葉魚有蛋。
所以某轮嘛个呛出来多诶，先来去变质一下。嘿，冰镇一下，记住它切面好食。天当的像呢，片当会像啊。好，真的好漂亮。你那个刚才控那个星星的流星哦，哪位卖转了诶？时冲款多诶。哦，还味道应该顺了吧？嘿啦，抓百香果呢，我抓完我系要打果，碾出来的汁，我拿来打果，果汁机打果，打果我讲调味，籽汁的应该是。止住里头啦，滤网里头。哦。哇！很强哦。是纯百香果嘛？对。冇加其他。冇加其他做，百香果加通漏盐。哦。嘿，是叫烟梅。我哋泡面就用两南瓜泥哈，画图一下子，画一下，好漂亮啊！你要调料嘞。你怎么个问呢？我有签奖哦。签名啦，签名啦。啊，流星。流星啊，流星。那雪的话就一点嘛哟。哎，就好食吗？嘿，百味二蔬，按钮就好食喽。我那个地板咪就够亮啊，又係。有，你鼻講咧挺香啊。會醉嗎？冇就要放落去哦。有配合嗎？這樣有配合嗎？哦，這很棒。今天去種係乜嘅？奋起湖那個什麼便當，不是奋起湖的那個瓦萨比。哦，那請問用瓦薩比哦，他們的特產。pecan，這個是很珍貴的川大紅。錢買唔到哦。對。師傅厲害，百味二蔬。耶！那個來當獎哈。睇下都是澎湃的哦。試試看呐哈，試試看呢，好漂亮哦。有紅有綠呢。百香果醬好好食哦。芽菜都很好吃。好清爽啊。好吃。好吃啊哈。好吃，三馬都會吞下去咯。佢中間同針的，然後泡果汁沒走的。當然呢，法國嘅一種咧擺盤嘅藝術嘅擺盤，中獎嘅，我看色香味俱全。有。真的，你不吃。你吃的好優雅。我們這邊都一口吃呢。太好吃了。慢慢吃的。好輕鬆。美玲老師，你覺得呢？2個大拇指。好食到三馬都會吞下去。那看還有菜嗎？有。好，師傅咧公平一下。用咧冇強落咧，因為芽菜啊，落咧我冇叫做冇強用嘅口感。其實應該呢個後手是到木頭嘅啊，然後嘅攞條牙後手是到樣呢個脆度啊，比一般嗰啲綠豆芽好吃。那有啲生姜種了都快門。哎，超，你也聽得起，這就會是百味二蔬啦。我們知道。好好吃哦！哎，雪玲姐你真的太厲害了啦！你不要那麼厲害，一家之主還蠻強懂你嘞。我們主要懂簡單哦，最主要嘅有按鈕上班。對。而家成績咯，紅翠有2分，藍翠家懂厲害哦，操之過急答對嘅好有1分。好，馬上呢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翠這等子聽嘅題目。啲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，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點上做咯。最杯米館家家出好菜，今日呢我看到嘅哦，都帶自家嘅秘密武器，先來看一下。天寶哥，紅翠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咧？哦，今日帶來我是倆糯米汁。老梅汁。佢唔係固體嗎？糯米要切椒個肥粒落去做嘅。哦，所以佢嘅糯米。妹妹哦。糯米。老梅啦，梅子的梅。OK。
我以为他又在晒恩爱，叫岳凤姐妹妹。阿妹，好，等下講真來可以係，唔過今日有一個羅梅水帶來嘅料理，按到乜名嘅咧？蔬果意大利面。蔬果意大利面。我還蠻看到有麵呢。你有冇看到特別面？是你的眼睛的問題。有，那沒有水果高度的問題，太多水果了。好啦，最杯面一關了哈，有信心嗎？有啊！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沙地下來看一下咱嘴裡片有乜嘅兩公婆之間嘅地面哦。走馬肉，超愛的，而且這個顏色極漂亮呢。我大膽假設，碩猛哥做的。我唔錯。這個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怎麼了？嘿，一家之主。哎，錯。你看做馬牛個，等下會做乜嘅料理？前面按到乜嘅？客家走馬肉沙拉。做馬牛做沙拉。那我另外一個可以沙家，哈皮的是當好食。哇，碩猛哥做嘅菜一聽很猛，對不對？客家三馬會生意的，冇咬到。好，沙地下來加油咯！兩公婆用心先冇。好猛！等下等於係講兩水公婆嘅大戰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我哋快洗了哦。你是會樣呢？哎，董事不應該問問題，我紅隊隊長當然是紅隊啊。但是我覺得兩公婆之間哦，強下煮出來，氣血動寒單。係嗎？你在回答什麼？就是他覺得誰會贏啊，然後我繞了一個圈子，俺目前會回答。佢講嘅係家庭革命的問題。水果我超愛酪梨。你睇酪梨，你嘛切到不卡中的啦。切到不卡中的。係啊。酪梨唔好種呢，我呢條準備嘅蔬果已經有拿到呢。要怎麼維持夫妻的感情安好嘞？你話咧，愛學煮菜喲。係啊，啊你本身就會搞煮菜呀。啊，要咪愛嚟學師傅，需要刨皮嗎？係啊，刨皮。芒果。調咁下好啊。等一下，你啊酪梨撈芒果會做嘅係沙拉嗎？你啊，我嚟炒咧意大利面，我嚟用主要嚟用水果嘅皮梅吼，然後時間熱天吼，7、8月吼，都係。這水果攞去入菜吼，安尼較方便啊，所以個用水果來做菜啊。可能咪係家下鐵定這不記得靈感。不過幾時都有睇我動好啊。好，你個反酸很香。這個老梅汁啊，不然你要吃個乜嘢做誒？哦，你睇我這個肉皮做，這個之前做嘅。做幾久誒？要做10年了。幾下10年誒？19年了。這個是很珍貴的。川大紅，錢買唔到哦。對，一瓶東西還唔盤得拿出來嘞。當初就是用這個求婚的嘛。不是。我以前教嘅學師嘅，阿叔你一再自家嚟做啊，嚟做自家有梅啊嚟做。你們家當地都是都按天孔嗎？也是講安尼吼，較方便，市場較好買嘅東西就方便食到安尼吼，較好消化。啊，咱熱天至7、8、9月吼，安尼容易入菜吼。這個有算時間嗎？所以有，他心裡有在算8分，你心裡有在算是不是？差不多8分鐘，差不多8分鐘左右啦。線上哦，基本上就測量，佢等下用看嘅是啲。啊，而且慶和哥，你好食嘅意大利麵係下選硬豆，也是下軟豆誒。我哋擺買拿來的意大利麵係較油誒，油有的意大利麵有較粗嘅，那個是較細麵8分鐘，較粗嘅就15分、12分。啊，不過唔是大口人嗎？那你是吃的愛啲對。哇，這個一樣是非常清爽。哦，畢竟我們慶和哥、雅布卡全部都會老師級的。哇，這個跟兩位師傅一樣有胸牌，都是做很健康的。這是學習的做。玉鳳姐也很會選的哈。對啊。對呀。沒有，黑龍史，你是怎麼認識慶和哥的？看阿姨做模擬的，所以親戚做模擬。哇，講到這個，他們兩個款小頭，哎呦，免封。係啊。係啊，你水果切下來。好，先幫你皮料一下。好。一個一款藍菜。好，謝謝。好。哇，你倒閉耶！媽，你做會走馬牛？他剛剛有這樣子啊？對，嘿嘿。這很漂亮哎。
昨天老大家分享一下，你形容捌做麻姜吗？金门伊咧朋友的阿婆搞俺人做的。所以这个是有外岛的一些特色。对对对对。嘿，他没有承认啊。所以可能跟地北美就够亮啊，也系。有，你譬如讲咧，真香啊会。醉吗？冇醉咗放落去哦。有配合吗？这样有配合吗？哦，这很棒，配合度很高。你用的上多咧用出呢？马祖的朋友那个人讲啊，讲我按用做上好事啦。哦。啊，人哋都想讲，哎，都不搞有做过，哎，当好事咯。那师傅们讲吼，要做麻姜怎么改不？然后沙拉穷哈呢？你的那个想法、灵感有没有来？灵感就是自己的创意吧。哦，家里也是这样吃吗？对，家里也是这样子。你们怎么也有紫苏梅？还有拐细猫哟，但是也是那个用梨去加装去加做个梅的。哦。那今天给中黑么改？这个哦，那个是奋起湖，那个什么，便当。不是奋起湖的那个人，那个瓦萨比。瓦萨比。哎呦，那几乎又瓦萨比哦。有，他特产是特产的，他们的特产。哇，有大师的，哎，这个只有那个手对不对？你完全不是切问图，你直接飙落去。哎呀，又台。也不管我是不是站在这边。哎咩？还是我抱歉老给拿那个一个夹的。好，今天的做吗？系送的哈，嘿，上来。有点像是煎猪排啦。对，我铺盖红烧肉嘿哎。嘿。平常美玲姐，你是不是都不用煮饭？我看得出来。你都唔係捱落去做下。好好哦。一落去其實講啊，這樣冇啦。有没有不看回去否的？对了哦，是要这样专心的疼你。有冇人好嘅老公啊？佢請講牙啲旁順啱講，哎呀，你個冇按用啊，佢又冇按用啊，其實請講牙啱嘅。因为你本性没动摇走，你自己也会做。你看他切，还好啦你看一下他切，还是你的专业真的是教课？教课应该是应该是。這個太久沒有碰了，所以疏於這個手藝了。那姐姐，你走小節的 CJS 開始走線上哦。我之前喺啲銀行上班，哦。銀行推退人在教書。哦。第二人生。做阿婆嘛？有呢，阿婆哦。有講到凍煞。哎呦，當然啦。我說你今日就負責切。嘿，較簡單的幫我做。啊，等一下你要豬排煎過，烤過以後要拿去切切。哎，表皮浪，浪对不？沙拉吗？温沙拉表顺还有点缀陪衬，陪衬主角。对。那你们有考慮就是打個蛋皮啊，或單手打個蛋嗎？剛才都做過了。对。啊，這平常凍無限吼。咁你教人孫的嘛？誒，冇法度呢，因為冇帶腔下。冇帶腔下，冇帶腔下最型很難。凍難啊，所以哎呦，大家凍食商來講啊，學搞凍3萬，不過家庭還有互相的承受啦，雙向合作啦。真的真嘅哦。哇，這好漂亮哦。哎，說蒙哥真嘅睇起架都係阿面狗嚟嘛？猛哥，老老少少都是。那美玲姐當初就看我們猛哥又拿美，哎，看我很猛。會不會太焦了？會太焦了。或者火不能降低啊。哎，咖啡生是就有嗎？别的，不要。我们这是他的厨房，我們過去吧。对，除非你们比他猛。沒有，猛哥呢？哇！哦，拐絲嘅味道啊！拐絲嘅味道。哎呦，哎，乖絲加料超哎！这边是視覺饗宴。我这边做紫苏的提梅头提味。太香哦！哎，这有香。这個要學起我现來。在可以下蔬菜。好。蔬菜先炒好以后，水果后面下去。哇，丰盛，有颜色啊，蔬果入菜，用所有水果都给它下去。都是现在冻堆西的狗子。然后呢，挤一些那个就是那个新鲜的那个金桔。哇，这个要學起來，要出料理真有口氣了。淋一些的橄欖油呢？这是如果你橄榄油是一般是那个起梅的，不能卡你水果卡不唔合。那就用香油啊，可以沙拉油也可以。紅酒醋。紅酒醋那個先合。這種有啲酸酸甜甜的用。啊，所以面落去啊咧哦，就是哇，好來
来混合，然后，重快的嘛。有没哎？我冲快吗？等下。哇！庆和哥吼，好帅吼，好帅，烟导，关键小面。哇！不要笑得那么娇羞啦，姐姐，结婚几多年呢？付出力啊！庆和哥一定是想要展现他初恋的样子，酸酸亮亮。而且所有嘅购置都喺下中咧。对。我冲快吗？等下。哇！来好，不要笑得那么娇羞啦，姐姐，结婚几多年呢？付出力啊！讲技功夫太好。哎呦，唔敢讲。但老实说，庆和哥吼，很帅吼。对，烟导，关键小面。哇！好了，哎哈，的面是有水果味道，有意大利面哈的果香。哦，提味啊你了。那你秘密武器不用嘞吗？然后不用啊，那秘密武器今天不用了啊。哦，这个是秘密武器，就这个梅酱。全部吗？对，梅酱。还有这个哦，还有茄梅哦。叫到我润哦。梅汁、梅酒落去。嗰条是梅酒落去。梅酒。好嘞。安尼落去，皮梅之锅就有味道了。哎。好了，安尼就上板好嘛，可以啊。好。哇，海师傅哟，两个快速切哦。哇，卡豆呢？哇，那个里面，这个是不是？我们有开放现场试吃吗？没有，红烧肉嘛哈。哎，做盲哟。我笑了。猛哥哎，不干啦。猛哥呢？你走用的啦，哟。猛哥其实非常幽默呢。耶稣基督真的是让你很喜乐哈。阿门。哎，流沙该不会觉得都高福音些嘞？不是。这个温沙拉懂沾豆哎。要温的。哦呦，这个也是秘密武器。加日工。哦，那个真的要沾到。那个是什么火车站？瓦萨比。没有那个什么奋起湖去过吗？有哦。这个都给那种早午餐店这一份要卖400多。那是成本。超过。对。然后退休的做嘛该冇想过，做咧快线你按不会做。他就那么忙当老师。对啊。你看讲阿狗啊，猛哥啊。猛哥要秃笋的呀。哦。好，那我们去倒数喽。哦，了解。这边很棒了哈。文章嘞。天草马上来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下最杯米乖，都带那部卡米西卡赞的喽。两组座位都懂用神呢，本期改一个重赏。创放开彩哦。啊，然后呢？比较先放下，先来好好品尝一下。这是看到红最后哦，清口甜哦，那米都很香。哎，皮皮类是甜甜的，水果香，酸酸甜甜啊那个。这很像做水果冷面那样。上去哦，他去熊东，庆和哥一定是想要展现他初恋的样子，酸酸甜甜。而且说有个购置堆底下中哎。对。厉害，而且这是老梅酱，有个怪的是懂对面，紫苏加的对哈，某项都按你按开咪，好好吃哦。我真的觉得如果真的要盖銮地堡人要 cocktail 就是太少了，就唯一缺点太少。真的好好吃，太敢全部是要是这样啊，吃过风吹叶还有蓝水改做盲油。要沾它瓦萨比这个酱哦，这个酱哦，你可以先吃原味，也可以沾酱，对，沾酱哦。哇，好香，好上头哦。佐玛牛很厉害，而且楼下给瓦萨比酱哇，绝配，绝配。也本较大的个较好吃。你看唔地了做盲用眼泪了，瓦萨比冻夹梅，你们有吃到它那个皮又见到软脆软脆。有小甜的都好吃。
而且用蒲公唔会讲油哎。对啊，该下它酱狗哦太黑了，哎，结果肚红，酥酥脆脆，难怪家里都你做，你做的那么棒。把它养得那么胖。哎，我没有讲哦。真的有一点押韵。哎，感情好，长得安用音啦。美玲姐，我按挪一下。太幸福了。没有，差一点要亲下去了哈。表洗一下吗？有你真好。梁子哦，都係今日來到這家做洗恩愛，到底馬上洗下多條咧，實在啲款師傅會給聽哦。經常了做在成績不很用班呢，兩位師傅風吹搶不服輸。沙頂下來哦，攬嘴，拼起來咯，到底幾多位得到幾多分？搶款師傅了，還上呀！我公平一下，謝玲姐。爸爸就按强，老公就按强按慢，冇想到讲那个水果做得安尼老妹的，这老紫苏按淡煮意大利面，我冇想到的组合啊，米是冻好，超赞嘿冻好，咱是咧酱汁老跟煮安尼搭配。冻盏的哇，整印冻盏绝配啊，绝配，冻上都像他们两位一样，绝配，绝配，真劲。好，来谈看一下并购的想法。因前因村拿出七家的问题啦，咩出来成台式服的啊，用了的水果啊，了的鱼做编法，还有几条应该可能细微哈，都在搭配的水果咪冻中啦。咩讲切土的，又切土的，又口感的，最主要我下到了用了的姜椒啊，其实咪只关键。姜椒的做的是叫点淀粉质出来的是，围绕它种了做起来。全部做到干面的地位，都要吃了有滑口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吃了冻不去。那面前已经到了的瓦萨比了重要画龙点睛的一家动重要的角色个。因为你看泡的东西一定会感觉会油油硬硬，你配了的生菜沙拉，配了的瓦萨比将食海贵下融合到姜下，已经冻好些。冇錯，梁子都太厲害啦！好啦，等下比賽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出來頒獎咧。來，本期嘅大愛心。冇錯，今日兩組呢，真嘅係絕配嘅，這個《神雕俠侶》之外，而且呢係絕配料理哦。成績已經出來，風吹總共得到8分，藍吹得到7分，先來恭喜風吹第一名得到3000元嘅價彩金。冷水吼未凍強啦，只要擔受大亂，差一點點停停，所以得到嘅禮物，你係動厲害哦，大容量鑄造大寶鍋。又衝哦，用意。好，阿牛給你蒙哥做的專業技術可以啊，有夠猛。好，先來問一下葉鳳姐，你要不要參加嘅心得，老太講一下。今日真歡喜來參加了一家之主，感祭拜謝。老公叫他上天師嗎？對，啊，來自一家之主呢，從來不看負責的主菜。主菜，對。啊，我呢，我研究呢。對。請報告老太太分享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嘅心得？熱天的時節呢，是個8、9月大概來菜來更歡喜來食得更容易消化的菜，就容易做，要更好來食材來方便吼，唔太個健康嘅方式嚟做來菜。真嘅，因為請阿中誒，有個自家嘅料理，冇想到要蹦出師傅都知道青鵝腦嘅火花。真嘅，要夾夾來，那我們才有得吃這樣子。會太多。我都本來等13年哦，太久啊！來，看一下我們今日最猛，好，那個猛哥，當然不用參加就蠻感傷咧。哦，今日參加呢種嘅節目啊，其實很光榮啦，T 100上電視，係啊，應該有一點點嘅緊張啦，看唔出，打都冇好啊，當歡喜，有朋友講下。都做音樂啊，張國來上飛啊！打亂哦，雖然摸走火，但是打情罵俏你第一名。今日真嘅真歡喜來到兩位啦！哎呦，做乜嘅？好如哪裡還沒講主菜？對啊，私底下跟我講的是我進一下呢，給我們一個完美 ending 哦。對啦，準備咯，點會轉移不卡的？對啊，那個日頭忙落山啊！恭喜！哇，真嘅
你用去呢挑战单位，之后再作为出按战单位料理，而且呢，我们找到了这个一嘎之助哦。好，男美女真的是分的厉害，女生呢那些亲好嘅天数。係啊，魔鬼開窗嘅書姐嗌到邊個嘅歌，客家食咧已踢出來，正經哦，我嚇到你哦，都夠猛啦哈！一家之主，不要你 Q 下來報名哦。最後呢，趁下好朋友啊，吼組隊夫妻 Q 下來報名，邊看啊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再見。